为着要来提高这野生动物救援的效率，也有保育资源，农业部林保署南投分署也有南投县草屯一间动物园，是来签野生动物救护站合作的意向书，打算为这管区内底野生动物来提供紧急的医疗照护。来喽，好，一下下，看一下下哦。兽医师温州替目睭受伤的兔仔点目药水。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南投分署，甲南投县草屯镇一间私立的动物园签署合作意向书，打算要伫南投草屯救荒遮的动物园内底设野生动物救护站。农业部林保署南投分署表示，这几年因为人为开发甲环境变迁，野生动物和人类活动范围相差，受伤的状况袂少。拄到迄个窗纱，也是路顶伫行的当中，若去互车搞着，大家联合。那对这啊有紧急的动物呢，咱就请因来甲阮大家收容、甲阮救援，那会当提高它的成活率啦。可以治疗的还蛮多的，其实一般的野生动物过来，我们应该都可以做初步的处理。那如果比较像保育类的，还是有我们比较不熟的，我们就会后送到特城过去。动物园指出，园区内原本就有兽医师、猫麻醉、开刀、甲照电工加医疗检查设备。正前就捌医治过猫头鸟、碰刺遮野生动物，未来除了会甲林保署合作，提供动物救护、医疗、暂时收容甲野放评估训练以外，也会做动物保育、救护的电视甲宣导，加强游客对野生动物的保育意识。互咱即个少年囡仔吼，慢慢对即个叫做野生动物吼，有即个观念吼，要安怎来甲伊保护？像咱今年吼。嘛有诚侪碰刺啦吼，尤其咱遮的鸟头鸟吼，有飞袂晓的时阵吼，会落落来吼，年拢有一只伫吼，这救护。动物园业者也表示，这摆签署合作意向书，代表着政府甲民间对生态保育的决心甲行动力，希望共同守护自然环境，以及生物的多样性。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。